琴日晏晝2點鐘，東莞市長安鎮蕭邊村就發生起命案，一名女子就被男子用水果刀捅傷，120趕到之後該女子搶救無效死咗。有人用手機清晰咁影低咗男子行兇嘅部分過程，呢個視頻作為呢個證據被保留落嚟，本來應該係好事啦。但係有街坊就話呢個同時亦都係一個天大嘅遺憾。點解咁講呢？林世安同你跟進啦。視頻裏邊，該名男子用水果刀對女子腰部捅咗3刀，女子發出一聲好長嘅慘叫，男子回頭望咗一眼就繼續逃離現場啦。記者而家就嚟到咗呢個女子琴日被捅傷嘅現場呢一度，我哋喺地面上見到呢度係有一大灘嘅血跡，而旁邊呢亦都係插咗幾支香，應該係啲家屬攞嚟拜祭死者㗎。咁喺呢一邊嘅牆壁上面，記者見到啦，呢度係有一啲星星點點噴濺式咁樣嘅血跡。咁喺視頻當中，我哋見到呢一名兇徒行兇完之後呢係匆忙咁樣逃走，咁但係地面上嘅血跡呢，佢係清楚咁樣記錄低佢當時逃跑嘅路線。咁記者今日喺現場最想揾到嘅就係當時呢一名拍攝視頻嘅人，咁喺見到呢個情況之後，有冇第一時間報警？有冇第一時間呼救？咁但係我哋從呢一個視頻嘅拍攝角度可以見到啦，呢個視頻拍攝者應該係喺呢一邊嘅出租屋某一個窗台上面拍攝㗎。咁但係可惜嘅就係記者入到嚟呢個出租屋，將3樓到5樓嘅每一個單位嘅門口都敲咗一次，咁始終都係冇人出嚟回應。該棟出租屋從3樓開始先至有人住，但係記者走遍成棟出租屋都揾唔到呢一名拍攝視頻嘅目擊者。位置上最吻合嘅303房內傳嚟電視聲，但係點都冇人開門。302有人嗎？根據長安警方通報，被捅傷女子黃某華今年20歲，當日2點20分左右，警方喺蕭邊社區和合路1綠化帶將犯罪嫌疑人蘇某嘉抓獲。經初步審訊，嫌疑人蘇某嘉因懷疑女友黃某華另交新男朋友，與其發生爭執，期間用水果刀將黃某華刺傷之後逃離現場。好多街坊表示，如果當時視頻拍攝者能夠及早呼救，可能黃某就唔至於搶救無效啦。這拍攝的也不對。拍攝的應該先報警嘛，先叫他啊，就說你這人在幹嘛，是不是？他至少也不會再去捅那麼多刀。要我們看到的話，肯定會去幫忙去追，或者給他弄出來，不會說你那個這麼多光天化日之下，我靠，大白天的殺人，我靠，太歹毒了。太冷漠了，我覺得就是太冷漠了，才有那麼多殺人事件。想出名唄，然後就拍那視頻唄。如果當時他呼叫的話，他應該會怕受到驚嚇，因為做賊心虛嘛。呢名陳先生當時目睹咗行兇男子嘅逃離，馬上跟蹤並第一時間叫嚟治安隊將行兇男子控制住，先至冇俾佢逃之夭夭。就叫了醫院車，然後我就跟着那個3番後面，他一邊跑，然後他衣服都脫不掉，然後他直接跑巷子裡面了，我直接叫治安隊去抓出來。喺路度遇到人哋遇險嘅時候，應該點樣處理？嗱，近日呢個話題咧係比較受關注嘅。